请牛仔，欢迎收看今日10月7日公司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珠。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疫情。昨昏咱国内是新增加49509个本土病例，死亡有31例。因为确诊人数直增加，拜一领抗病毒药物的人数嘛创下新高，是领走9000多人份。所以政府即马打算阁要加买40万人份，伫即礼拜会送到位。另外，昨昏的病例数是205万人。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无排除是即礼拜才是疫情的高峰。也毋过，就算讲是安尼，10月13后礼拜4开放边境的规划，同款会照拼照行。新冠本土疫情继续增加将近5万例，测试增加49509例，全台有12县市病例数超过1000例，其中包含屏东、宜兰等观光县市，中重症62例，死亡31例。确诊人数增加8亿，用这抗病毒药物使用人数，佮从8月这波疫情以来新高，总共开9219人份，会佮比40万人份，按算这礼拜陆续到会。这个也是反映我们目前这个确诊处于高原期，每天有确诊的民众有蛮多人是符合我们这个高风险的对象。因为拜二本土个案从9月14以来第一悬，疫情可能是这礼拜才会到高峰。指挥中心表示，因为进前有中秋连假效应，加上下礼拜4、13边境要开放，民众防疫可能会放冷，才造成疫情波动。对边境开放规划未改变。不排除这个礼拜会是这个高峰，但是整体而言，就是它还是属于在高原期这边波动哦。那对于这个目前就是有关10月13号要边境开放的部分，目前还没有要改变。莫德纳次世代疫苗第4阶段测试开始自对象包含50到64岁大人，第一类医术人员、航空技术员等，第一天到5.6万人。次世代疫苗有71万4000多人次主权，指挥中心要观察一礼拜，佮评估一个阶段开放的对象。记者综合报道。在咱的关心天气，今仔日开始变天哦，受东北风影响，北部高温会一困头降10度。这方面的东北部嘛较够落雨，咱来看温度。今仔日受东北风的影响，这方面的北部、东半部会开始落雨。桃园、双北、基隆、宜兰、甲花莲后边大雨。拜4到拜6天气拢是甲今仔日差不多的。桃园以北、东北部会落雨，雨嘛较大阵。若西半部即几天也是侪云到好天。中南部的山区过道会落雷公雨。温度的方面，只有北部高温会降10度。若规天拢是落雨天，嘛感觉较湿较凉。来关心推特买卖案，即马有新的进展。推特公司是证实讲，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会依照原本协议的，也就是每一个以54.2块美金的价数来完成买卖。推特股票价数随大起，甚至是起到2届暂停交易，收盘时起22%，即马是每一个有达52块美金。到底世界第一富人马斯克因为促销收购推特公司的协议，互对方提告，无到2礼拜就要拍官司。推特公司测试甲监管当局表示，马斯克提议用原本提出的每股54.2美金的价数完成收购。消息指出来，推特盘中股价称悬，2摆暂停交易，收盘大起22%到每股52美金。I think Musk realized that he was going to lose. I mean, this was one where all odds were stacked against him legally. He was going to end up having to own Twitter one way or another. Saves him a black eye in a long and ugly court battle. 马斯克知影这笔440亿美金收购交易无论如何拢会完成，法院原本17要开庭审理。马斯克的条件当中包含法院马上停止所有诉讼行动。马斯克4月宣布要100%完全收购推特，7月表示，因为推特违反合并协议内底真侪项条款，包含本色效果甲解雇部分员工等，要停止这笔交易。推特提告要求履行承诺。The easy part, ironically for him, was buying Twitter. The hard part's going to be fixing it. 马斯克常常使用推特，自认是拥护言论自由。拜二，伊才在推特提出俄乌和平方案，佮邀请大家投票，结果超过6成反对。伊表示这是上大机器人虚假社会攻击。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因为美国股市这两天拢收红盘嘛，鼓励咱台北股市的表现。咱台北股市伫昨昏收盘是起276点，收伫13576点。代表换美金的汇率嘛收伫31.748块，起1.2。若美国股市道琼指数伫拄则收盘是搁起825点，这两天已经起超过1590点，创下2年半以来上好的表现。嘛，第一，咱台北股市今仔日一开盘，同款开红盘。美国股市三大指数收盘全部起价，激励台北股市早盘红记记，盘中上悬来到13586.96点。伫台积电这大型电子宽带股带头起，中场起276.04点，收伫13576.52点，徛在13500点，成交金额是1812.94亿。美股止跌反弹，外资回补。加上今天的盘面表现的也还不错，一些相关的 IC 设计、半导体的类股表现都还算不错。这个部分看起来有没有机会延续啊？今天的涨势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波段的反弹，它应该是值得期待。都伫测试台股大起的同时，新台票对换美金的汇率嘛脱离前一天放软的形势，甲阿伯做伙起。以31.82开出了后，捌回升到31.805，升达6.3分。中场以31.748收盘，升达1.209角。暗过根据央行统计，美金指数年测到即马累计起价幅度差不多20%。面对俄乌战争加重通货膨胀压力，也加美国联准会相关利息以及债券放空来得紧搁急。专家是讲，金融市场变化真紧，暗过嘛叫投资人要有信心。我们在过去不管股市再怎么大跌，国安基金进场之后2年，除了一次之外，全部都是正回报。当你的股票跌破年线、跌破3年线、跌破5年线、接近10年线，你已经比过去10年每个平子，你赢了这么多人，真的闭着眼睛买了。伫欢喜街股市回升了后，下个礼拜二往走悬。日本日经225指数收盘起2.96%，创下3月23以来单日最大起价幅度。南韩股市往起2.5%。记者综合报道。再甲乡亲同齐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教育部昨昏决议，河村技术学院对明年5月70开始爱停办。照规定，河村爱改组董事会，董事的名单伫昨昏嘛有通过。新的董事会爱处理学校改善清算这代志，嘛爱协助安排38学生去北京学校读册。来看中国时报，悠游卡公司伫昨昏推出 Super 卡超级悠游卡，因为用悠游卡买物件，敢若会使买蓝山的，啊，毋过这张上悬会当买1万块的物件。另外，因为要欠钱入去卡片内底，是爱去便利超商，无就爱去加钱的机器。也毋过这张唔免，用信用卡也是金融卡，直接落钱入去就会用的。来关心自由时报，中国的新疆维吾尔族地区，当地政府为着防疫进行大消毒，造成当地上无有13个人中毒死亡。自由亚洲电台即马就报讲，即马当地民众讲法无啥共，有人讲新疆是有几若千人中毒。因为新疆一寡所在8月初就开始严格咧封城，所以一寡食的药啊已经用到要打底，阁有人传出讲有人伫遐饿死。来关心，根据国防部的统计，到昨下晡5点，有发现9架中国的军机，也有4架中国的军舰，并对中国一套来侵占台湾，成做新常态。咱的国防部长邱国正伊是表示，国军持续战备，袂休困。另外，联电的前董事长周兴成昨昏是去桃园演讲，伊讲对抗中国、保护台湾，上要紧的头一个就是要单调一个中国这个观念。七夕暗时受邀请到桃园演讲，联电前董事长周兴成讲，家己抗中保台理念已经为台湾若无抵抗中国威胁，就可能就失去公民权。不通不当是属于非的观念，因讲是放弃主权，所以要摒掉这中国的观念。台湾现在社会里面呢，存在很多这种似是而非的这个观念，这也是我这次回来要来帮大家提醒，我们要采取正确的态度。正确态度很简单，就是我台湾是独立的国家，不要害怕讲台独。
特别选举做形成呼吁每位参选人爱签抗强保台承诺书，就算甲台湾共存亡。伫这时阵，测试根据国防部统计，到下晡5点，9架出的强机，4只强舰继续伫台湾周边海空域活动。面对强军建立新常态，国防部长柯国正强调，国军战备未停止，方向不变。我们战备准备的工作没有停顿过。没有讲的因为一句话，敌人可能会缓，我们战备准备也缓，我们按照我们正常的战军工作在推动。在美国参加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的国防部副部长王信良接受中央社访问的时阵表示，参加人对台海局势有共识，也充分表达台湾军事状况甲拄到的困难，佮说明当前风险，美方愿意全力协助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北韩最近是直直试射飞弹，伫昨早阁向东海发射一粒弹道飞弹，这粒飞弹飞过日本的天顶，日本政府遂发出警报，日本、南韩甲美国嘛拢表示强烈的谴责。专家即马是认为讲，北韩将有可能伫10月底会进行核子武器的测试。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北韩初时早起向东海发射一粒中程弹道飞弹，这已经是北韩10天来第5摆试射飞弹，佫是5年来第一摆飞过日本上空。根据日本防卫省的消息，这粒飞弹早起7点22分发射，期间穿过青城关，7点44分落地日本东边3200公里的海域，飞行距离差不多4600公里。当該弾道ミサイルは中距離弾道ミサイル以上の射程を有する弾道ミサイルであったものとみられますが，韓聯社指出，這粒飛彈上關速度17馬赫，彈道上關點970公里，可能甲過去擺試射過4擺火車12型共型。這擺飛過日本上空，日本政府馬上發出警報。日本東北新幹線甲北海道 JR 電車捌停駛，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甲南韓總統尹錫悅攏對北韓發出嚴厲譴責。先ほど、北朝鮮が弾道ミサイルを発射し、我が国上空を通過し、太平洋上に落下したとみられます。最近の度重なる弾道ミサイルの発射に続く暴挙であり、強く非難をいたします。이런 무모한 핵 도발은 우리 군을 비롯한 동맹국과 국제사회에 결연한 대응에 직면할 것입니다. 北京也譴責這擺試射是危險甲攻打。北京安全顧問蘇利文表示，已經甲南韓、日本的國安官員討論，要如何和北韓強有力的回應。但外交部也共款譴責。的相關不負責任的行為，來表達我方嚴正的關切跟譴責。韓國媒體報道，這擺飛彈射程4600公里，延到美國關島。專家認為，這是北韓升級強度的徵兆，平壤可能在10月底要進行核試驗。這時間點在中國20大了後，也可能會影響美國大選。記者綜合報道。國際上要緊，甲鄉親來關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疫情。從疫情爆發到今，目前全世界確定病例是超過6億2000萬例，死亡人數有超過655萬人。來看最新的統計，咱台灣昨昏新增加49574例，目前咱台灣這陣總病例數加強已經超過663萬例。日本超過2100萬例，韓國超過2400萬例。目前全世界病例數上濟國家前3名是美國、印度甲法國。美國超過9800萬例，印度超過4400萬例，法國超過3500萬例，英國是超過2300萬例。美國嘅前總統川普正世界公開批評主流嘅媒體伫製造假新聞，即屆伊是直接甲 CNN 對決，向佛州嘅法院控告 CNN 挑故意甲誹謗，要求代表152億嘅天發性賠償。And it wasn't until I became a politician that I realized how nasty, how mean, how vicious, and how fake the press can be. 美國前總統川普真愛講假新聞，這擺伊進一步用具體行動向佛州法院提告求償，指控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最近更較厲害對伊誹謗，原因就是煩惱伊要佇2024年國選總統。川普第29夜訴狀當中指出，
CNN 想要用系列愈来愈可体、虚假甲诽谤性的标签来捕捉伊，讲是种族主义者、俄罗斯走狗、叛乱分子甲希特勒。佮鼓励今年1月 CNN 伫特别报道当中，将甲希特勒做比较，内容直接引用这位德国前独裁者的画面。伊目前官司定审，美国司法部对伊卸任总统了后，提早机密文件做刑事调查。伊过去向银行、风暴资产价值摕到贷款涉嫌诈欺，顶个月遭到纽约州检察总长起诉。国会委员会调查去年1月国会暴动案件，指控川普涉嫌煽动群众，也依然在进行当中。伊控告媒体可能只是川普反击第一步。伊透露，伊团队未来会对调查暴动案件国会委员会采取适当的行动。公司新闻将回应评价。来关心伊恩洪台扫过福州，造成当地81个人死亡，其中西南烟花李军灾情上界严重。州长德桑提斯去互记者问到讲，敢是铁路的工课伤拖沙？伊咧回应媒体的时，却展现出真无耐性的口气。德桑提斯伊去互认定讲，伊是共和党后一届总统人选之一。严格即届洪灾的处理方式，嘛关系伊未来的政治路。出风山病，专家风扫上码头，四季永恩风台，一礼拜前侵袭福州，灾害上惨重的利郡迈尔斯堡海堡，高达游玩是路畅畅，在面无形整理河水淹的物件，被将会当穿的衫呢，互搭，也毋过面对一切拍拼，拢乌有去，这位太太忍不住悲伤起来。I mean, we've lost everything, but you know the stuff that we're getting, like clothes, which you know we don't want to lose that. We lost everything. 即摆永恩风台路线多变，原本有测试向偏北的坦派湾，却突然转向伫南方的马尔斯堡附近登陆，所带来大风大雨，造成400万户停电，佮夺走81条人命，其中半数以上的罹难者拢来自李群。李群当局伫风台登陆进前22点钟才紧急发布命令，强制当地民众疏散，也伫事后风7期特别行动上班。拜一福州州长德桑提斯对外公布救灾进展，再度互记者问到这个问题，说现地真不耐烦。I know there was a lot of uncertainty about the trajectory of the storm, where it was going to hit. I want to talk to you about evacuation orders. Yeah, honestly, this has been. Excuse me. This has been handled ad nauseum. I know you can talk about these officials. Ask them about it. That's fine. Go ahead, ma'am. Go ahead, ma'am. Okay. Stop. Okay. This has been dealt with. The Lee County has explained what they did. 德桑提斯洪认为是后届总统的日本人选之一，即摆强力风台来搅局，也当考验伊面对危机的处理能力。镜头转到古巴，永恩风台侵袭福州进前吹向古巴，造成10个大停电，互古巴欠物资的困境更较严重。拜六古巴民众罕见的伫乌夜集体抗议，节目简单伫风灾过了1礼拜恢复供电，但系赶紧去补充粮食与物资，人排真长的景象佫出现。Fatal. Sin luz, sin comida, todo se echó a perder en el frío. Fatal. 目前古巴贝达继续找底，乌市交易已经来到200披索对1块美金。真侪独立经济学家表示，古巴的通膨率达到3位数，民众面临经济危机甲天灾的严重打击，这会当扩大所安过日子。公司新闻张回应编译。全世界真侪国家钱拢遍布通货膨胀真严重，意大利通货膨胀率嘛咧要到10%，而且电火钱已经起超过5成，有民众真火大烧小单抗议政府价咯。另外，伫南美的阿根廷，因为物价一直直起，钱遍布，因过去用互相交换物件的方式来过日。欧洲这半年受到俄乌战争的冲击，能源价格大起。除了英国人发起几乎小单的抗争行动，意大利也有民众伫罗马的街路烧能源小单，批评能源公司投机，佮批评政府无能帮助散车进口。Qui a fianco bollette di centinaia di euro in più, è una cosa. Poi noi abbiamo anche delle persone che sono non autosufficienti a casa da assistere, hanno bisogno di maggiore energia, elettricità, gas e non ce la facciamo più.
意大利家庭电价已经起59%， 9月份通膨率是1997年新高，达到9.5%。物价一直起，民众日子歹过，善家人更加是真歹维持生活。当地一间资深厨房就指出，最近来食爱心餐的真做翻一倍，除了援助压力变大，因也烦恼尊总理继续派的梅洛尼进前放话要取消失业补助金，一旦变成真的，恐惊会有更加侪人陷入困境。各种镜头转到南美洲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伫8月的一场抗议活动上，民众将衫摕起来一领一领紧，佮使用代表性的商品券来交换，考试政府无能，让民众需要以物件换物件过日子。Estamos cambiando acá lo que sería mercadería por ropa, zapatillas por alguna otra prenda de ropa, un poco más nueva, un poco más grande. Es más que nada como para que el gobierno vea en la situación en la que estamos, que ya no nos alcanza, ya el salario que nosotros tenemos no nos alcanza para nada. 阿根廷到8月为止，通膨率已经达到78.5%，而且无放慢的趋势。预计年底通膨率就会滑100%。不过政府应对通膨方式就是印支票啊。结果阿根廷的比索一直变淡，哪来哪歹使用？民众为了食会饱，已经开始用衫来换胖。这也是2001年当地经济危机了后，隔20年阿根廷再度出现用物件换物件的情形。公司新闻邱婉良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地图，俄罗斯的军队伫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占领区范围已经变愈来愈细啊。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就表示，收复国土有大进展，因为因搁收复东部、南部几若10个城市。来关心美国政府的报告内底是指出讲，2015年到2011年，美国政府有提供大约2890万美金，予北京大学等各共13个单位去做科学研究。联邦众议院中国工作小组的主席麦考尔，即马是要求按现行内部的调查，阻挡美国的资金直透予中国提起利用。来关心欧洲议会通过新的法案。即马因是规定讲，对2024年底开始，欧盟所有的智慧型手机啊、平板电脑、摄影机、翕相机、充电的接头，拢爱统一，爱采用 Type-C 的规格。这个规定对苹果公司的影响真大。镜头，跟等下咱过来，咱来关心有10字，即马是白宫园林会主委谢晓星，真介意找少年佫长头鬃的女性去做秘书，嘛那亲像有发生性骚扰的行为。针对这桩风波，昨早伊是请假无去立法院，也过嘛有发出2解声明，讲愿意接受行政院上界严格调查。加州立法院园林会主委谢晓星后明对2个长头毛少年女性，这是5会一起告文委员会报告时画面。这是伊号周刊指出，开长头毛少年女性做秘书，佮人指控对女下属卡卡手，甲用为骚扰。据立法院报告，行政长苏贞昌伫立委质询之下回应，会保障两性平权。公务员或政府官员相关责任也都清清楚楚，我们会依规范进行，包含要保障我们两性平权，还有相关职场的一个友善职场的一个文化，应该要帮我们维护，好不好？这是当然。民进党立委范云甲罗品如也发言电台声明指出，家组会技术牵涉性所甲这场霸凌案，伊是园林会最高首长，呼吁行政院主动调查。妇女团体指出，即卖性别工作平等法，若牵涉性骚扰是单位负责人，恐惊互疑似受害者唔敢申诉，认同由上级机关来调查。我们的性工法规定就是由这个就是公司或者是机关这边要组调查小组。所以他会不敢出来，因为他不太能够相信这个机关或者是公司会做一个公正的调查啦。性别平等教育法它有明白这样规定哦，那如果比较这样的一个精神的话，它就是上级机关来调查会比较好一点哈，因为不可能期待行为人调查自己的事情。人指控园林会主委谢晓星无回应记者电话甲信息，无法度清楚为什么去甲笔厅上课，爱带公务秘书去。
伊伫早起发验证定15点，绝对毋是一直换比所强调，以保障公务资源才去甲别厅实行上去，也表达若甲同事互动有无适当的所在会调整改进。下晡第2摆发声明，验证反驳无实在指控，已经向苏县长表达愿意接受行政院上严格调查，正院也回应会组成专案调查小组调查，赶紧对外说明结果。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的消息，咱来关心年底的选战。民进党伫双北基隆甲桃园的参选人昨昏同齐开记者会，签署首都款共同治理联署，嘛宣布这4个县市的联合政见，展现团结的气势。大首都圈区域治理。北北基桃大串联，民进党参选人展现团结气势，共同提出首都宽政策，针对交通、流行环境、产业等4大课题，推动跨县市合作。基北北桃有许多的事务是必须要共同处理，人员的流动、企业的往来，其实是密不可分的。透过未来组成的工作小组、共同论坛，大家一起来处理这个区域治理的问题，让台湾成为世界的心脏，首都生活圈里面成为台湾实质上发动进化的引擎。郑文平也进一步说明，希望加强桃园基隆的海空物流联运，甲新北市同齐解决交通就学等问题。参加台北产业合作，由台北集团设计、桃园生产，并大首都宽区域治理。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龙也指出，区域联合治理需要法官加特别附设，由中央地方同齐编列。我们的规划委员会、论坛还有办公室里面来研提这个首都圈发展特别条例，来成立首都圈建设发展这个特别预算。北北基桃先来做一个示范，来做一个我们区域联合治理的机制，上可以跟中央连接在一起，下可以跟地方来做对话。但市长强调，希望会当为北北基桃出发，先将区域治理做好，加做示范区域。第一步就是爱建立机制，成立2050台湾首都环境规划委员会，由4位市长共同主持，规划出2050年的目标，高照着举办论坛甲社会对话。记者综合报道。那国民党这边，国民党嘛规划伫后个月11月份的时，要伫桃园举办双北基隆桃园联合大造势。要争取连任的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伊就表示，双北基隆甲桃园资本就是大台北共同生活圈，大家爱同齐，互北台湾愈来愈好。年底选战较无2个月，为了制造大团结的气势，国民党规划伫11月份举办双北基隆桃园联合造势，地点选伫桃园举办，要有关北台湾整体的情势。北北基桃本来就是一个大台北的共好的地方，所以我也跟所有的北北基桃移的所有的候选人也好，相同的理念也好，大家一起努力，让北台湾更好。我们一定会跟新北的侯市长，还有包括台中的卢市长，以及基隆，包括谢国良、桃园的张善政几位候选人，共同就区域治理以及跨县市的合作，来好好的沟通、密切的讨论。国民党同市长参选人张善政讲，北台湾联合造势真重要，团队当地联络协调，看什么时间上好。媒体嘛伫询问是不是有规划邀请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徛台。联合造势真的是非常重要，我们正在一起联络协调，看什么时间是最好的。除了双北基隆桃园联合造势以外，国民党选情之夜，主战场锁定决战首都。目前哪力被竞争激烈，时代力量前立委黄国昌进前公开挺无党籍参选人黄珊珊，第三势力的动向，我那真受关心。争取任何可能的支持的力量，那我们不是要去整合，把他们消灭，没有，我们就是希望能够争取，而不是整合。若是是毋是争取变做第三势力？黄珊珊是讲，伊争取所有市民的认同，毋是第三势力，敢讲要甲市民切挂心。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华邮政这几天人力调整，有一寡邮局已经无设收急件包裹的服务，造成一寡所在邮便司收到包裹也是爱骑奥多拜去送，大包小包拢伫一台奥多拜顶悬，有当时也是贴甲比人也搁较悬，这是引起工会抗议。
包裹蹲甲强要比人悬，有一寡就爱靠丝袜固定挂伫车后，毋若危险，也有可能违反道安法的机车载物规定。邮政工会代表打出屏东万丹寄送单位送包裹的相片，公布地方邮务署最近工作量增加的问题。当天的量有增加，或者是像节日之前没办法去吸收的话，大家会互相帮忙多做一些。第一线邮务署坦白讲，这日虽然会加派人力，不过也是真歹消化邮量，敢来当尽量做。工会代表是讲，中华邮政最近整并人力，部分邮局无设立快捷包裹，骑机车负责送批邮务署都爱搁送快捷包裹，若做无吨较济，都爱加走真济纸。当天进口流量特别多，又自己能力范围所及的情况之下，它叠那么高，确实是有危险性啊。但是工作上来讲，并不是常常会有这种危险事情发生啊。包裹吨悬可能造成邮务署骑车风险。屏东邮局表示，经过反映，已经调派邮务车辆。目前万丹是从1台的4轮车子已经增加到2台。我希望借由这个车辆能够来协助我们的邮务同仁载运大型的包裹以及数量，确保我同仁在道路行驶的安全。屏东邮局是讲，会要求主管积极协助大型包裹甲邮件全部用邮务车送件，也会赶紧找找安全的中站，让邮务署免来回走丛。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公路总局有规定讲，针对75岁以上坐回的驾驶人，要求每3年爱换一届驾照，才会使继续赛车。那因为顶日有一个91岁阿伯弄死一个人，嘛，互坐回敢通赛车的议题，即马佫引起讨论。车辆照规矩行驶，毋过突然来山车道出现一台倒退路的银色轿车，一路往后壁扫落来，弄起哩人行道，弄着车门弹开，弄到2名咧等红车顶骑机车的人，受到4名行人。规事故造成1死3伤，肇事者是1名91岁老先生，高龄驾驶车安全引起关注。根据交通部公路总局目前规定，超过75岁长者每3年爱换照一摆，毋过这个自106年实施的制度，迄当时是依照民国31年7岁作为断点，生伫第31年7岁以后出世的人，每3年换照一摆，通过体格甲电池检验才会当领照。第31年7岁进前出世的人都无受限制，毋过一旦交通违规，红记点也是吊扣驾照，就强制换照也是注销驾照。有违规记录，他就会收到我们的换照通知。那我们的换照通知呢，就会告诉他说，你必须就是如果你还是继续要驾车的话，那你就要去做一个体格检查，然后还有一个那个认知功能的测验。这摆肇事的老先生无第3年换照一摆的管制对象，毋过警方调查，伊进前因为交通违规红记点，佮无依规定去检送换照，所以驾照已经封注销，属于无照驾驶。高龄者赛车安全佮引起讨论，或者认为，是超高龄社会就要来临，毋能爱用驾照来管制，佮较应该爱全面检视高龄者的运输需求。休闲、购物或者是就医这些。它都会可能会有一些运输的需求产生，但是这个运输需求不见得要他自己来完成，应该先去看看他为什么会开车出去。那他开车出去这件事情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来满足？学者认为，高龄赛车毋但是交通议题，更加是社会议题。爱厘清高龄者因为生活造成的运输需求，找出对策，才当根本解决。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中，有民众向市政府检举，讲有一间食品工厂甲过期的食品改日期、改标签，才摕出去卖，可能是有报买仔去通宵时放声走路。食品工厂在大声甲这过期的物件拢撤走。这间工厂嘛发出声明，讲会配合政府的调查。台中市政府是表示，专案已经移送法办。台中西屯一间卖加工鸡肉产品的食品厂，互已经离职的员工出面控诉，头家要求把过期的食品外口的标签掠落来，实现以改票的方式重新出货。合作的对象包含出名的大卖场、甲地报主。伊家己数改票的证据翕落来，伫9月1日向台中市食安处检举，想要到6天了后，公司向将甲所有过期的产品库存拢刷出去，毋知影刷去倒位，以至于家己的雇主互老谢吧。是在我任职1年之后，就陆续慢慢有在做这个改标过期食品的动作。我们老板要求。这间食品厂初时透早由原开门营业，员工甲公司声明点出来，强调绝对袂杀责任，会配合市府相关单位调查了后再来说明。不好意思，就是我们目前就是
不过台中市食安处表示，接到民众检举了后，专程严格保护陈情人的个资，已经针对相关的情报收集证据，研判违法的事项，牵涉到刑责，依然的移送地中地检署侦办。不过并无派人到食品厂稽查，以免甲因拍生惊。均依照《食安法》第43条及台中市政府受理检举陈情案件保密实施要点规定办理，全程以密件移送。严格保护陈情人的个资，已经将相关资料移请台中地检署侦办。市府强调，随后会配合检调机关来调查，若查到业者有违法的事实，会依照规定要求业者停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918大地震了后，花东的铁路变形，铁路断去，造成双十连假台东的民俗饭店退房率受误成。虽望交通部有推出团体旅游1万块的补助，不过效果有限。台东县政府伫昨就宣布讲，伊要动用县府的第2有备金，提1000万来拼观光。代替花东线铁路，因为地动中断，即马台东火车站的人大幅度减少。这个礼拜六就是双十连续假期，不过台东县饭店旅宿业刷退房5成。交通部为10月初1开始推出团体旅游补助1万块，鼓励国内旅游来东部佚佗，订房率差不多敢若加1成。即马台东县政府国家度提供1000万补助外县市自由行游客来台东县住眠，每房每工补助500块，一当连续带宿使用，希望抢救大地震了后台东的观光业。平日周日到周四连续住宿，每一个房间最高可以领就是每一个房间补助500元。想要玩的会觉得说，就有一些分摊啦这样子。如果有更多的金额，那个可能意愿会高一点。台东县差不多2万间旅宿客房，以每工卖7000间来算，台东县政府的加度补助差不多3天就会用完。县政府是讲这是做示范，所以台东县观光协会也加度1亿，到年底前提供每一个游客上最500块的台东县消费券，提供游客专管将近100间协会会员商店消费使用。那这些优惠券呢，通通都是要给客户来入住的时候享用，或者是他可以折抵这些住宿啊，然后餐饮啊等等之类的。县政府是讲，除了加度补助，也会持续推出真侪项大型活动省观光客。其中这个月推出的第1届台东光节，用声光艺术的展演，持续到年底，点到基本温泉区的夜空，希望会当振兴台东大地震了后的观光产业。记者综合报道。昨是世界动物日，动保团体伫立法院颁第3届的友善动物奖，予一寡杰出的传理长。这个传理长真有爱心，嘛真甘心，伊唔但照顾里民，嘛照顾里内流浪动物的猫仔狗仔。5个来自台湾各地头的传理长接受颁奖，因是台湾动保监督联盟今年选出来的动保传理长。这个传理长唔但照顾流浪的猫仔狗仔，甲社区打造真侪友善动物的环境，阁有人推动保留家乡上自然的生态，亲像高雄基山码头山的老文堡。会区掩埋场要来设置，所以互我有这个启发，要出来选这个理长。为参与抗争到当选里长，老文堡心心念念故乡的鹿仔甲拉里，伊甲里民做伙成立码头山自然人文协会，守护这片土地的动物。另外，伫咧南投埔里的客家囡仔林友琴，10几年前转来故乡推动生态保育，顺利获得地级保育类的台湾白鱼。让我们一心社区里面家家户户都知道，台湾白鱼就在一心。那台湾白鱼喝的水，就是一心里喝的水。来到台湾上南边挖太平洋的港口社区，船长杨秀兰10几年来透过生态旅游甲教学，唔但逐年吸引真侪游客参访，阁互少年人愿意留伫港口讨谈。透过我们的生态旅游以及产业的回馈金，然后支持社会福利，更形成正向的循环，让我们的保育工作持续下去。动保团体表示，这个传理长平常时拢真无闲，阁愿意半工为动保出力，实在是真无简单。未来因会出一本册，甲动保传理长的经验讲互其他的传理长参考。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即阵做环保当着时，新竹县政府即嘛有成立竹仔的产业团队，利用竹仔的纤维这个特性，研发出环保餐具、碗盘，还有箸，已经摕到2项德国的认证。无论是塑管，也是食饭用的箸甲汤匙啊，都是用竹仔原料做出来。最近几年，大家渐渐用纸做原料来代替塑胶用品，不过有的顶头同款有塑胶膜，
无法度完全回收。即马透过技术，利用竹仔做环保餐具的原料，会使100%解决问题。要把它放到我们的家庭的后院，或者跟厨余一起处理。那依照这一次的实验的结果，我们是在252天达到95.82%的分解速率。那其实这样的东西在大自然的环境中，只要252天，它就会完全消失。竹仔餐具除了会使短时间内在土壤内底完成自然分解，而且生长快速，用竹仔做原料，更加会使减少对树林的破坏。竹子它成长刚刚说大概4年到5年就长得很粗了，就可以拿下来做各种应用其他的树木大概要10年、15年、20年，所以我们固碳的效果呢是比那个热带雨林都还要高2-3倍。这项技术佫摕到德国可分解材料家庭堆肥证书，甲生物可分解材料工业堆肥证书。团队表示，未来希望在新竹打造一条完整的竹仔餐具产业链。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因为要听广播爱开拉里奥，若即马时代改变，会当听网络的 podcast， 网络 podcast 听众嘛愈来愈多。环保署即马要对时代进步，因要用一寡环保绘本来做 podcast， 培养囡仔的环保意识。有只黑漆漆玩塑料的怪物对着我微笑。主持人唱歌跳舞小改绘本故事，除了影音参考，环保署嘛推出听故事爱环境的 podcast。对初4开始，2礼拜出一集，参环保议题有关的故事，和亲子共同学习收听。环境素养调查当中发现，就是有些族群那肯定会接触到这个环境议题的机会比较少。那我们当时的研究发现，假如透过亲子的方式，所以可以彼此让小孩子跟我们的家里的家长或者是爷爷奶奶，可以经过这样的共同学习机会提升。环保署表示，这个是以前年甲旧年地方环保局所选的全国优良环境教育绘本为主，亲像咧讲水质、自然保育的水池爸爸、爱带囝，佮有小物减塑等等的主题。到年底总共会有5集，嘛通连结一寡环保知识，希望幼儿参加年级的活动会当来吸收。以往的环境教育绘本，其实我们经过几次的筛选，有160几本。那我们这次从其中选择了5本，那这5本基本上跟我们环保署现在推动的绿生活有关系。这几档公家单位拢透过 podcast 杀政策，成效有好有歹。环保署表示，所来会结合地方政府推行，卖评估相关下载流量、改进内容。记者在我们后开台北采访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南北韩离线家庭团圆的活动已经停办4天，佫受疫情的影响，即马连去中国小面会嘛拢互禁止。北韩即马佫切断南北韩的货物，抑佫有批信的往来，因为在互分开的亲人拢已经食到80外，伊嘛真烦恼讲伫百岁年老进前无法度佫再团圆。黄来河定着用看台吊镜看河花另外一边的北韩，韩战停火了后，伊甲妈妈小妹仔就分隔2个所在，甲即马拢无法度见面。伊个会住伫河花边，想亲人时阵就看向对花，愈看愈伤心。 혼자는 정말 많이 웁니다. 엄마 얘기만 하면. 그래서 항상 가슴 아프고 서럽고 보고 싶고. 两韩离散家庭团聚会已经停办4年，想要去北韩的亲人，今年开钱请中人安排伫中国上会。这摆大概差不多21万新台票，大部分的人拢无法度负担。已经80岁的黄来河已经唔敢想，伫在生时阵因阁看到亲人，89岁心苦业，就较幸运咯。遇着韩国朋友协助插批，才知北韩亲人情形。 伊摕好好收藏的批，有互目屎倒开的痕迹。伊的妈妈伫1967年中风过身，过身进前遗言是思念分隔2地后生。 말로 인도적인 그 도움 준다 뭐 이런 게 하지 말고 실질적으로 이상가적으로 이해한다면은 이제 그런 게 현실적인 거 이래 가지고. 受疫情影响，中国禁止群主北韩用防疫为理由，终止两边货物甲批往来，指出的联络管道断去。根据南韩2011年调查，8成离散家庭唔知北韩亲人是毋是还阁在生。这人大部分已经80外岁，伫因的晚年，恐惊爱面临永远拢无法度见到亲人遗憾。
앞으로 한 5년 지내봐요. 이산가족 문제 언론에서도 이제 망각의 대상이 되고 잊어버린 대상이 되니. 南韓教會北向北韓提出恢復舉辦離散家庭團聚，不過一直無收到回應。離散家庭團圓也正做無法度完成嘅夢想。公司新聞張淑芬評價。伫世界各國攏有行動無方便嘅機體障礙者，真濟廠商嘛攏伫研發儀器做假骹假手，若親像手指頭仔嘅動作就真有路，所以儀器即嘛愈做愈進步。捌代表澳洲去參加2004年雅典帕運游水嘅游泳選手傑西卡·史密斯，伊就用這一款高科技嘅儀器。這毋是機器戰警，或者是《魔鬼終結者》電影內面編出來機器人嘅故事。這是英國利茲一間科技公司 Coffin 為手有肢體障礙人所設計高精密人工手盤。這款強調功能性嘅儀器，用精密嘅機械，讓儀器自手盤到轉頭啊，會當做出比傳統儀器更加優嘅動作，也當透過雲端資料庫，即時得到研發廠商嘅協助進行維修加升級。不代表澳洲參加離抗控訴雅典帕運嘅游泳選手傑西卡·史密斯要啲嘅使用。I was born missing my left arm, and to this day there's been no explanation as to why that occurred. And then unfortunately, when I was 18 months of age, I suffered a burns accident in the kitchen that left me with prominent scarring on my neck and chest, but hasn't stopped me from achieving my goals in life. 因為伫細漢時陣用巨型嘅儀器，可以佇咧灶骹內面加裝燒水嘅第個引導，要愛意識皮膚加正當嘅復健過程，和傑西卡對儀器正驚。到2002年，英國利茲嘅科技公司 Coffin 甲伊接觸，希望伊來試用新型嘅手嘅儀器。We've tried to build in the AI technology which allows us to connect to the hand anywhere basically in the world and change configuration on the device instantaneously on the fly for the customer. It saves the customer going to the clinicians directly or travelling, the clinicians taking time out, and we can make them changes to benefit the patient. 用手甲骹嘅儀器嘅障礙者，佇咧裝儀器了，攏需要時間來練習。適應即個本來無熟有家己身體機械，這對不是運動員嘅傑西卡來講無啥困難。這麼伊除了家庭生活以外，也專力佇咧巡迴演講，希望用家己嘅成長經驗，互有肢體障礙人會當接受家己甲別人無共款嘅外表，也互社會對即個有障礙人更加包容。公司新聞持家林編輯。世界將心息來看，中亞國家哈薩克是以穆斯林佔大多數，當地嘅天主教嘅聖母嘅畫像，嘛甲全世界教堂攏生甲無共，對面型到清查，全部攏是傳統嘅遊牧民族嘅模樣，即個型。哈薩克嘅大主教就甲號名號做歐亞草坡之母。天主教教宗方濟各9月中訪問哈薩克，特別到首都阿斯塔納這座教堂來教學拄則完成嘅這幅聖母瑪利亞嘅畫像。對畫面上會當看到瑪利亞甲伊抱嘅囡仔模樣嘅耶穌，一個邊仔天使嘅畫像，面色啊服裝，甲世界上其他真濟教堂攏無共款。基督教是起源佇咧中東，佇歐洲發揚光大。所以凡是聖母像甲耶穌畫像嘅教堂，面色啊攏是歐洲嘅白人。也毋過佇咧傳教士行遍世界各地，為了要傳教，即款聖像嘅面色啊出現多樣嘅風貌，有穿農民服裝嘅亞洲人，一個穿非洲長袍嘅非洲嘅黑人。所以本身毋是基督徒嘅哈薩克畫家卡西莫夫接到為聖母像委託時陣，就希望以這幅作品會當充分展現出哈薩克傳統遊牧民族的風景。Кимишек его одевают замужние женщины. Вот кимишек, как бы он головной убор, он закрывает женщину до пояса. Вот. Его одевают замужние женщины. Видите,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вообще он одевается, что волосы должны быть закрыты. Но я немножко приоткрыл волосы, чтобы хотел показать немножк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сть. На мальчике рубашечка. У нас она называется ит-койлек. Ит-койлек, она одевается при рождении первый раз, и потом она хранится всю жизнь. Вот. Первая рубашка – это первая рубашка. 自從經蘇聯解體，哈薩克恢復獨立主權了，
逊尼派伊斯兰就成做当地主流宗教。目前伫咧全国大大小小清真寺差不多2900万间，相比较之下，基督徒毋但是人数少真多，教堂的数量也真少。像哈萨克全国天主教的教堂只敢若53间，是三大基督宗教内面上少的。特别是德国的移民伫咧前苏联解体了，真侪拢转去德国，天主教徒的人数也少真多。目前教徒人数差不多25万左右，占全国总人口的1.67%。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天气报道再来关心，今仔日开始变天。今仔日咱受东北风的影响，北部高温一困头会降10度。伫这方面的东北部卖落大雨，规工拢是凉凉淡淡的天气。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有30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有3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31度。外岛是24度至31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